鳥類，大自然嘅建築師，築出咁靚嘅巢穴，連泰姬陵都會害羞。有啲鳥淨係用泥筒和杆築巢，有啲就設計到好似工程魔法咁嘅巢穴。呢啲巢唔單止係住嘅地方，佢哋係大自然嘅藝術品，有通風同舒適設計，好似佢哋有自己嘅冷氣系統咁。講真，有啲鳥巢可以同豪華酒店媲美。喺世界奇觀呢一集，我哋會俾你睇10個最獨特嘅鳥巢。你即將睇到嘅嘢，可能會帶你去到另一個年代。繼續留低，因為你可能未見過咁嘅鳥類創意。第10個，蜂鳥巢。蜂鳥嘅巢經常被稱為世界上最精緻、最有藝術感嘅巢，因為體型細細，你可以將呢種小鳥比作麻雀。即使體型細細，蜂鳥都中意喺高大嘅樹上築巢。佢哋嘅巢可以喺離地3到30米高嘅地方揾到，所以幾乎唔可能由下面發現佢哋嘅巢。係雌鳥築巢，仲只係需要5到10日就整好。為咗築巢，佢會用稻草同蜘蛛絲混合物，第一眼睇好似一個由頂切開咗嘅椰子放喺高處。多得蜘蛛絲，呢個巢其實可以伸展，而呢種伸縮性背後有一個聰明嘅原因。隨住雛鳥長大，巢會輕輕擴展去適應佢哋嘅體型。呢啲雀唔單止注重室內設計，仲注重安全。佢哋用附近樹嘅葉喺巢上面搭一層綠葉簾，咁樣捕食者就唔容易見到或者接近佢哋嘅小鳥。9號，蒙特祖馬爾王嘅巢，向來自中美洲嘅一種驚豔而稀有嘅雀打個招呼。主要分布喺哥斯達黎加、巴拿馬同墨西哥南部地區。佢嗰對鮮豔嘅翼同洪亮嘅聲音令人印象深刻，但仲有更加驚人嘅地方。呢啲雀係築巢高手，佢哋嘅巢係用草、藤蔓同植物纖維編織嘅長長吊掛結構，佢哋輕輕咁由樹枝掉落嚟，好似森林裝飾品咁。其中有啲巢長達6尺。蒙特蘇馬王係一種群居雀鳥，佢哋唔止起1兩個巢，係起成個群落。一棵樹可以有20到100個巢。呢個景象令一棵樹變成一件有生命嘅藝術品。呢啲獨特嘅吊巢可以防禦蛇同猴子等掠食者，成個雀群都會幫手保護佢哋。佢哋通常會築喺樹最高最輕嘅樹枝上，咁樣掠食者就唔容易爬上去。有時佢哋甚至會喺水邊築巢，增加安全。每個巢都編織得好靚，好似吊籃咁。係雌鳥帶頭築巢。呢個聰明嘅設計唔淨係為咗靚，仲可以保護雛鳥免受掠食者同惡劣天氣嘅威脅。第8個，社交織巢鳥嘅巢。呢種來自南非嘅獨特雀因一個驚人嘅原因而出名。佢會築好大嘅群體巢，重新定義咗野外嘅團隊合作。睇住佢，好似喺凝視大自然嘅建築奇蹟。社交織雀嘅巢保持住世界上最大嘅雀巢紀錄。佢哋會將巢築喺高高嘅樹上，甚至電線桿上。信唔信由你，有啲巢仲達1噸以上。每個巢可以容納幾百隻雀一齊生活，一個巢可能係100到500隻雀嘅屋企。佢哋過住群居生活，同家人保持緊密聯繫。一個巢入面有多個房間，用嚟做唔同嘅用途，例如交配、休息或者瞓覺。每個房間保持唔同嘅溫度，佢哋喺炎熱嘅日子保持涼爽，喺寒冷嘅夜晚保持溫暖。外層用帶刺嘅樹枝同草築成，可以防止掠食者入侵。入口又細又複雜，令大啲嘅動物好難闖入。社交織巢鳥永遠都係一齊築巢，淨係一隻雀係冇可能捉到咁大嘅嘢，所以佢哋會合作，需要嘅時候仲會修補個巢。呢個係永久結構，啲雀年年都住喺入面，新一代都中意留喺同一個巢。第7個，馬利福爾雀巢。認識一下馬利福爾。呢種係澳洲特有嘅獨特雀，佢以驚人嘅築巢技能同完美適應環境嘅能力而聞名。呢種雀會將蛋下喺泥土同落葉嘅混合物入面。馬利雀嘅巢係自然工程同溫度調節嘅傑作，佢嘅巢係用巨大土堆嘅形式起嘅，嗰個土堆係由泥土、枯葉同其他有機物組成嘅。佢可以闊達4.5米，高達1米，佢嘅重量可達400公斤。馬利雀有獨特能力保持蛋喺完美嘅溫度。紅雀每日都會檢查土堆嘅溫度，佢會將溫度保持喺33至35攝氏度之間去保護啲蛋。如果土堆太熱，紅鳥就會開始掘土降溫。當土堆太凍時，紅鳥會加多啲有機物去加熱。
雌鳥會將蛋直接下喺土堆入面，並交俾雄鳥照顧。喺一個繁殖季節中，雌鳥可以生15至30隻蛋。雛鳥一孵化就會自己爬出土堆，佢哋由出世開始就好獨立，識跑、識飛、識自己揾食，父母唔會留低嚟養佢哋。馬利治成日俾人叫做生態工程師，佢哋嘅巢被稱為大自然嘅孵化器。點解？因為佢透過自然過程保持蛋嘅最佳溫度。第6個，織巢鳥巢。織巢鳥係大自然嘅建築師，用草、葉、稻草同藤蔓築巢。佢哋嘅巢睇落似吊籃，有細細嘅入口。雖然睇落好脆弱，但佢哋可以抵擋強風同大雨。每種織巢鳥都有自己獨特嘅築巢風格。巴一織巢鳥喺孟加拉、印度同南亞其他地區發現，會築吊巢。呢啲通常見喺棕櫚樹或者相似樹嘅高枝上。喺南非，社交織巢鳥合作築好大嘅社區巢。非洲面具織巢鳥會築圓形巢，一般靠近水邊。為咗築巢，佢哋會用柔軟嘅草、藤蔓同天然纖維。呢啲材料唔單止令個巢輕盈，仲好結實。由紅雀承擔築巢嘅工作，雌雀會檢查巢嘅質素，之後先決定接唔接受紅雀做伴侶。如果雌雀唔中意個巢，紅雀會拆咗佢，再由頭起過一個新嘅。織巢雀發展出一啲有趣嘅方法去防止掠食者靠近。佢哋成日將巢掛喺水面上，以防蛇同其他威脅。入口好細兼設計好巧妙，得織巢雀自己先可以入去。為咗整好一個巢，呢隻雀可能會喺唔同樹枝之間編稻草500到1000次。黃胸織巢雀嘅巢設計咁驚人，而家被視為建築學嘅真正靈感。5號，園丁鳥嘅巢。園丁鳥特別係雄鳥，以佢哋嘅創意同藝術才能聞名。佢哋主要分布喺澳洲同新幾內亞。雄鳥會用樹枝、草、葉同其他天然材料築巢。跟住就係有趣嘅部分，佢哋會用5顏6色嘅物品裝飾巢，由花、羽毛到閃亮嘅石頭、玻璃碎、膠，甚至人類嘅物品都會用。有啲園丁鳥對顏色好挑剔，中意藍色或者綠色等特定色調。係啊，佢哋會特登收集呢啲顏色嘅物品。紅園丁鳥會透過唱歌同跳舞去打動雌鳥，佢就喺自己築嘅巢附近跳舞。有時佢會模仿其他鳥或者周圍自然嘅聲音。雄性庭院鳥實際上會比拼邊個築同裝飾得更好，建造最靚同最吸引注意嘅雄性會被雌鳥揀中。研究顯示雄性裝飾技巧反映其智力及基因健康，雌鳥會根據呢點揀配偶。有趣嘅係，雄鳥築呢個華麗展示巢淨係為咗吸引注意，真正嘅巢穴產蛋嘅地方係由雌鳥單獨築造。第4個，禿鷹巢。白頭鷹，美國嘅象徵，築巢就好似一個巨大嘅堡壘。佢嘅巢唔係普通結構，係全世界最大嘅鳥巢之一。大部分巢寬約4到5尺，高約2到4尺，有史以來最大嘅一個喺佛羅里達，寬9尺半，高20尺，重約近2噸。為咗令佢堅固，白頭鷹會用粗樹枝同堅固嘅樹幹。為咗令巢軟同宜居，佢哋喺內部填滿苔蘚、草、葉同其他舒適材料。白頭鷹通常會喺高處築巢，呢樣令佢哋可以清楚睇住自己嘅領地同發現獵物。如果冇高樹，佢哋會喺懸崖甚至人造建築上築巢。一旦佢哋揀咗巢，就會用多年。佢哋每個季節都會往巢入面加新嘢，所以佢哋嘅巢隨時間越嚟越大，越嚟越重。白頭海雕好忠誠，佢哋一世淨揀一個伴侶。佢哋一齊喺天上建造同維護佢哋強大嘅家。3號，歐洲蜂虎嘅巢。歐洲蜂虎會喺河流或者開闊地嘅泥土入面挖隧道築巢，每個巢會變成一個大約1到2米長嘅隧道，喺最尾端有個圓形房，雌鳥喺度下蛋，雄鳥同雌鳥一齊挖呢條隧道，佢哋靠腳同腳將泥土推出去，而整個築巢過程需幾日辛勤努力。呢啲鳥唔係單獨築巢嘅，佢哋以團隊形式建立群落。你可能喺一個區域見到超過100個巢，就好似社區建設項目。佢哋揀啲掠食者幾乎唔見嘅地方，喺河邊、陡坡或者沙地築巢，有助保護佢哋嘅蛋同幼鳥免受傷害。第2個，裁縫鳥嘅巢。呢隻鳥叫裁縫鳥，因為佢用鳥喙縫埋樹葉來築巢，睇佢就好似睇緊一個迷你裁縫工作。佢嘅鳥喙就好似針一樣，佢用樹纖維同蜘蛛絲當線，
佢用鳥喙將大葉緊緊縫埋，為咗完成縫合，佢可能會用樹纖維、蜘蛛網，甚至人工材料碎片。縫好葉子之後，鳥會用棉花、柔軟嘅草、羽毛同花瓣令巢內部柔軟。巢睇落好似細袋，非常輕，但唔好俾人呃，佢夠堅固，即使喺大雨同強風中都安全。呢隻鳥通常喺灌木、樹木或者濃密嘅綠色植物入面築巢，呢個幫助保護佢免受可能攻擊嘅動物傷害。繁殖季節，雄鳥同雌鳥會一齊築巢。第一，侏儒貓頭鷹嘅巢。侏儒貓頭鷹被稱為世界上最細隻貓頭鷹，但佢唔會費心由零築巢，佢揀現成嘅洞穴。佢哋中意搬入仙人掌洞、棄置啄木鳥巢或者樹洞，有時甚至會見到佢哋用人工嘅設施，例如柱或者箱。侏儒貓頭鷹嘅巢好細同簡單，但充分利用空間。呢啲巢通常唔會有任何柔軟襯料。精靈貓頭鷹會揀高位或者難到達嘅地方，掠食者唔易接近。希望你哋中意今日嘅奇趣事實影片，喺留言話我哋知你嘅睇法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啊！想睇更多咁精彩嘅內容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。多謝收睇。